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美国内地都也未进口的，都有餐厅来表明讲，未来因的餐厅会全部拢来使用到台湾猪，所以会来起价。但是到底为什么台湾猪比进口猪较贵呢？中央畜产协会讲，饲台湾猪的成本本地就较悬，再加上这个外国猪肉是冷冻进口，所以价格本来就较低。安尼甲猪算算咧，台湾猪的零售价每公斤爱200块左右，若进口猪咧，平均每公斤只要100块，这个价格有影是差一大截。高雄的餐厅业者伫面册铺新的菜单，而且伫答问的卡写，因为使用台湾猪，所以部分的价格会调整，引起讨论。这到底是调工的，或者是成本真正的增加？中央畜产会安尼分析。因为进口的猪肉，它的本身在他们的当地就成本就比较低，然后第二个它是长途运输，它必须用冷冻肉进来，一般都喜欢吃温体冷藏，冷冻肉的价格就会慢慢变低。根据关务署统计，2020年1月到11月，台湾猪进口前5名国家，价格分别是加拿大每公斤59块8，西班牙115块半，美国72块6，丹麦101块，阁有荷兰102块7。若是台湾本土的温体猪以卡只片肉等等的部位来算，平均每公斤的价格是203块，价格差到每公斤143块，差真多。虽然便宜，但是它只能用来加工。我们在超市一般是买不到美国进口冷冻猪肉，因为它口感不好，而且又是冷冻，不容易烹调。中央畜产会表示，台湾人食猪肉也是惯习经温体猪，所以外国猪进口袂有上大影响。只是因为美国猪肉开放进口，台湾猪的价格敢会继续起，恐惊也是需要主管机关来控制，才会使对消费者的权益有保障。